根据卫福部统计，去年咱台湾有4000多人行底路，国内死因排伫咧第10名，而且查某的比率是比查某加1.8倍。卫福部即马嘛有扩大男性关怀专线服务，提供免费的咨询，希望有需要的人会当透开解决。即摆人常常爱承受工作、家庭、甲感情等真侪压力，有男性可能有传统的观念，认为查甫人免凊彩流目屎会压制情绪，毋过有的男性会找亲友讲心内烦恼。面对面，偶尔用赖。不开心会跟朋友说。对，不一定会全聊啊，就真的过不去才会聊。感情方面的事情不会讲，工作会讲。那长期立即优惠证书，真可能增加自杀的风险。根据卫福部上新统计，113年个人自杀死亡人数是4062人，十大死因内底排名第10，其中男性自杀死亡人数2500多人，占差不多6%，比女性较侪。男性自杀死亡率是女性的1.8倍。自杀身亡呢，是男生大于女生近乎2倍，那是一种呢解决痛苦的状况。所以呢，致死的方法都比较激烈，包括跳楼啦、跳河啦，或是用刀啦、用枪啦。违背华南县检出情绪计调，卫福部为今年8月底开始扩大男性关怀专线服务范围，无限特定基地，每一早起7点到半暝11点，拢有专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，全年无休困。这支专线呢，主要是提供一个让男性可以有情绪抒发的管道，那协助男性面对家庭、婚姻或者是亲子关系、职场压力等等。卫福部强调，自杀是用预防的，而且爱消除外界对自杀偏见甲误解，呼吁民众无论是家己或者是身躯边的朋友，若出现负面情绪、长期失眠这困扰，建议较早找找专业医师协助，才袂造成更加严重的身心疾病，甚至发生危险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